講得太遲，看着我吧，對住我吧，就是我吧，可感到驚訝。你是你吧，我是我吧，這是愛吧，我需要消化。猶如巡行和回憶，你眼光只接觸我側面，作為神情亂閃。你所知的我其實是哪面？你清楚我嗎？你懂得我嗎？你能否窺看思想的背面？和你每天如情侶相見，說愛說天，偏偏講得太淺，看着我。